大家好啊！今晚由胡海文同埋顛當仲有阿贊同你一齊睇下天氣。位於南海北部嘅一道廣闊低壓槽正係逐漸向北移，並且為廣東沿岸地區帶嚟唔穩定嘅天氣。本港下晝啦，多處地區都錄得幾毫米嘅雨量，唔知道聽日嘅天氣又係點呢？一齊聽聽顛當預測。唔該晒顛當㗎，預測係多雲，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，氣溫介乎25度至到28度，而相對濕度介乎80%至到95%之間。受到低壓槽嘅影響，未來幾日都係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，要去到下週初，預料位於太平洋嘅高壓脊會向西伸展，天氣先至會好轉。下個星期二係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有幾陣嘅驟雨，氣溫會回升去到最高31度。跟住轉睇下華南地區嘅天氣。澳門、深圳會有雷雨，廣州、東莞都會落大雨。廣州嘅最高氣溫有32度。另外4個華南城市嘅天氣，睇嚟都係麻麻地㗎。珠海、中山、佛山、韶關全部都係有雨。其中珠海同埋佛山嘅雨勢會較大。外在北上啲睇埋4個主要大城市嘅天氣先。北京、天津係多雲，上海天晴，最高氣溫有成39度，而最後成都會係有雨。好啦，今日嘅顛當天氣預報就講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